現在開始。我哋而家有請本會理事長傳承人陳健全先生為大家致辭。跟從天后良馬寶誕，感謝大家蒞臨戲棚一同參與演戲酬城嘅盛會。首先，我謹代表本會向多年大力支持我哋嘅中聯辦、澳門文化發展基金、澳門郭英東基金會、澳門讀者公益基金會及政府相關嘅部門致以衷心嘅感謝。同時，亦感謝馬國廟、漁民兄弟、各位街坊朋友義工嘅協助，讓本年度嘅賀誕活動順利開展。本會賀誕嘅活動能夠延續至今呢，更要感謝胡氏集團多年嘅支持，以及更要多謝胡順軒先生慷慨嘅贊助。同時多謝各位永遠榮譽會長、榮譽會長、名譽會長、顧問及馬國街坊善信熱心嘅支持。在此感謝香港德威劇團各位大老倌遠道而來京城演出，祝願本年天后演戲酬城嘅圓滿成功，各位觀眾盡興。最後謹此良辰，誠心祝願各位天后神恩庇佑，合家安康，萬事勝意。多謝大家。唔該晒全哥。咁我而家就宣布今年募捐第1名，永遠榮耀會長簡國龍先生。有請簡國龍先生接受紀念金牌，亦有請本會會長蔡甜甜女士為我哋致送，有請兩位。亦有請永遠榮譽會長李子峰先生為我哋致送，有請兩位。許志蘭女士接受金牌。接落嚟有請永遠榮譽會長胡車賢先生為我哋致送，有請。有請理事彭桂珍女士接受紀念金牌。現在有請副會長趙成慧先生為我哋致送，有請兩位。有請副會長李錦躍先生接受紀念金牌，亦有請榮譽會長李延新先生為我哋致送，有請。咁首先咧，我哋就會致送俾香港低威劇團啦。咁有請我哋本會理事長陳健全先生為我哋致送錦旗。香港低威劇團阮德文先生代表接受，有請兩位。趙成慧先生幫我哋做錦旗嘅，有請監事長鍾偉琪先生為我哋致送，有請。有請副理事長李英雄先生為我哋致送，有請。係啊，又係靚仔，又係年青嘅，年青有為。